来看嘉义县在地的舞蹈表演团队是来推动艺术下乡，甲进前伫剧场所表演的现代舞，刷到一寡风景区来表演。若是互民众会当明白表演艺术甲环境之间的连结，嘛希望会当推动艺术文化。舞蹈团的团员伫公园的步道来表演，请遮侪经过的民众来看。嘉义县在地文雄舞团配合文化局的计划，伫嘉义县的风景区来表演剧场的舞蹈作品。我们把舞蹈带出剧场，走入乡村的空间，那让特有的地景融入舞蹈的肢体，呈现那一种观众平常没有看过的所谓的现代舞。文雄舞团指出，现代舞的表演大部分拢是伫剧场内底，民众若无行入剧场，无一定会当了解这种艺术。希望透过户外表演，增加民众的兴趣。头摆看到这种演出，有民众就表示感觉真新鲜。平常时咱看到这种舞蹈，就伫咱表演工场内底。今仔日伫遮文山公园的表演工场看，就感觉足特别，会较贴近咱的生活。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舞蹈介入乡村空间，有更多人可以不用花钱就可以免费欣赏到很优质的舞蹈创作。利用现场的环境来表演，文雄舞团指出，伫剧场内底呈现甲户外拢无同。这种表演方式甲环境之间的连接，嘛考验团员的实力。希望透过这种艺术下乡的计划，互民众会当更加明白舞蹈的艺术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